我呢啲咁中意做運動嘅人咧，當然咧帶大家嚟參觀一個香港城中星級度假會所啦！即刻跟我去睇下。哇！海景嘅健身房啊，不得了啊！呢個 moment 我要爆啦，忍唔住做個運動先。哇！啲器材都好新啊！好啦，趁唔多人獻醜一下啦。仲有露天平台添，忍唔住玩下戰繩先。仲有大型健身室先至見到嘅動感單車啊！仲有個咁大嘅室內運動場添。話明係星級度假會所，當然要有一個好有度假 feel 嘅游泳池啦。呢度有2個室外泳池同埋1個室內泳池。想唔想體驗下呢度呢？5月25號約定你啦，啟德海灣體驗日，到時見啦！記得關注再走哦。